告诉你，你那快到了。小哥，哎，没事，坐这边。哎，李秘书，你这……依然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咱们这你带李秘书来干嘛呀？啊？哎，不是你们现在不是你什么关系啊？看不出来吗？你有病吧你？谭少宇，你们俩不合适。哪儿不合适啊？李密年轻漂亮，在事业上也能帮助我，我想不出哪儿不合适啊。这是你的决定？那谁的决定啊？我什么性格你不清楚吗？我自己不做决定，谁能比我呀？啊，林天乐。那你那天跟我求婚的时候，说的话、做的事都是假的吗？你跟我说，你再也不会离开我跟依恋了，你会一辈子都留在我们身边的。是真的，但只是那个时候是真的。人嘛，有的时候会冲动啊，会说出一些没有想清楚的话嘛。我希望你不要太介意，也不要记得太深，忘了吧。一句不要介意，这一切都解释了吗？你干嘛这么固执啊？很多事都要解释吗？那天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再来烦我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依然，求你了，依然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你别太过分，我告诉你，谭少宇，你干嘛呀？干嘛呀，林天乐？现在显出你了啊？英雄救美？哦，对了，我忘告诉你了，李密，以前就是因为我，他们两个没机会在一起。现在我撤了，你有机会了，你有位置，你们可以在一起了。不对，还有个美兰妮嘛。天哪，林天乐，你都想霸占啊？美兰妮、依然你都要，左拥右抱，有艳福。少宇，你好好说话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告诉你，谭少宇，你侮辱我可以，你别侮辱我朋友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伤害我不要紧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，依恋要是知道了，他该多难受啊！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才刚刚跟她相认，你怎么舍得呢？亲生女儿，我有什么舍不得啊？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，这事儿我没推敲过呀。做过 DNA 吗？做过亲子鉴定吗？你说依恋是我的女儿就是我女儿，那我还在想呢，有没有是这种可能？你跟其他人生了这个孩子，让我当冤大头来养，有没有这可能啊？田乐，你说啊？告诉你，你不就是一混蛋？依然，谭总，你没事。你回家吧。这个我不能收。今天，谢谢你跟我演这出戏，演得很好。这你拿着。谭总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，但是我觉得依然是个好女孩。我跟她相处过，我明白，你应该好好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。这钱我不能收，我先回去了。
睡了。太不像话了，真是！你今天那拳给他太好了，要过去啪啪两嘴巴，我让他看看自己说什么混蛋话呢啊！不是以前别人跟我说呀，我还不相信，还老帮他解释。这回我算是信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他当着依然的面能说出那些话来，你说这么多年哥们儿，我怎么就能看错了他了呢？现在看依然这样多难受。咱们算是看着他们重逢，消除误会，重新在一块儿，现在又到这个地步。我告诉你，谭少宇这个人极不负责任，完全想一出是一出，由着自己性子来，是不是？我这回啊，也算是看透他了。哎，当着依然的面，就跟那什么李密啊，就那么亲热，咱就不说了。他居然说这依恋不是他亲生的，你说多混蛋呢！哎呀，我天！行了，别想了。现在依然也算是看清楚了。难受归难受，也不会伤害自己。咱们也都别想了，过去的都过去啊，都好，别烦了。你说我能不烦吗？哎，这依然跟谭少宇这出事不说吧，这夏丹又闹着跟这爱宝要分手，你说这最近都怎么了？这是？他们俩又怎么了呀？我还不知道呢。这爱宝不在医院呢吗？我觉着我得找这夏丹好好问问去。我陪你一块儿吧。你就别去了，你在家呀。好好看着他吧，他这心情肯定特别不好，我怕他出什么事儿。那边呢，我跟磊磊去就行了啊。行。哎，你也劝劝夏丹啊。是。哎，该讲的道理也讲完了，该说的也说通了，该跟你妈说明白了也说明白了。你说你现在摆这么张脸给我们，你。什么意思呀？啊？不是，李爱宝同志，你要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需要，您说出来行吗？你不说出来，我们哪猜得着啊？啊？夏丹，这个呢，我们只能说帮你尽力，想想办法，行吗？小丹，我是天乐，有几句话呢，想对你说一说。你对着普通人都能时刻报以微笑，对一个你爱的，并且是你爱过的人，用得着这么绝情吗？爱宝为了你。现在躺在病床上，腿都断着呢。我就希望你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去看望一下他，然后你们之前有什么话，尽管说清楚了，兴许呢，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别扭了。然后，你们感情的事儿呢，归你们感情的事儿，这也不妨碍嘛。既然已经结束了，我希望结束的彻彻底底。我还有自己的生活，也不想他沉溺在过去。就告诉他，我是一个忘恩负义、见异思迁、不念旧情的坏女人。让他彻底的忘了我吧。事儿呢
就是这么个事儿。我相信你也听明白了，就是爱宝吧，想见你一面。我们俩之所以呢把你从这咖啡厅里叫出来，主要担心你弟弟，怕你弟弟那暴脾气说不通。不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要不要跟我们交流一下啊？小丹，你看啊，你平时对于陌生人，你都能抱有一个温柔的微笑，为什么现在对爱宝不行呢？何况爱宝是你以前爱过的一个人，咱不能这么残酷吧？啊？不是，他不是这意思啊，他这情绪有点激动。你说，毕竟兄弟受了伤是吧？其实呢，我们想的很简单，就是你呢能以这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去看他一次，然后你们中间有什么没说完的话，把它说清楚了，兴许他就不能像现在这么拧巴，是吧？然后你们感情的事儿呢，归你们感情的事儿，这也都不妨碍，是吧？对，